备战总统大选，国民党透早是提出企业减税、劳工加薪的政策主张。今仔萧美琴的国际政绩，赖清德是讲无需要去做认知作战。另外，侯友宜办公室是针对前立委区家顶人提过散布不实的言论，强调若有人继续散布，绝对来一个告一个。 点出政策重点，民众党国民党早起开劳动政策记者会，提出四大主张，包括以减税方式鼓励企业赚钱、劳工加薪、友善环境、保障劳权、年金改革、加招募人才、人权立国。过去20年，台湾 GDP 成长很多，可是实质薪资没有成长，所以从数字上就知道，老板赚的钱没有给员工分享。年金改革还是要面对的。 2017年说要处理，后来就没处理了。现在摆到现在，现在更难处理了。为总统大选铺排，民进党赖清德骨力走基层拼陆战，一透早到先到湖口显圣宫拜拜祈福。针对副手萧美琴的国际议题，赖清德批评无需要认知的作战。萧美琴也强调，希望参选的资格用法律来判定。一些认知作战或假消息来攻击对手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事情。 萧美琴本身，她并没有双重国籍，她也没有放弃中华民国国籍，这个事情也已经经过中选会的确认。哪力定赢也为能源议题互相比拼，国民党侯友宜去台南批评供电会带来热岛的效应。不过赖清德说讲，唔通为着选举利益，甲人做记号。针对前立委区家顶人伫网络节目口说侯友宜是有牌的贼头，侯友宜办公室12月初5去北检市电联提告。 那当天的直播节目上，毛嘉庆还有邱毅两位在直播上影射，直接说侯友宜他是有牌照的贼头，影射侯友宜他是透过黑道巧事情获得财富的来源，这些都严重的诽谤到侯友宜市长以及我们侯友宜的总统参选人。 侯友宜办公室各区家毛家庆等等4个人，行为涉犯总统、副总统选罢法，为着互人败选、散播谣言，刑罚加重诽谤。也佮强调，若准佮有人散播谣言，总部来一个告一个，期待大选会当回归正式的辩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